我的心心啊，你着学落野花，伊若伫我内面的，也着学落伊的性。我的心心啊，你着学落野花，毋通袂记你伊一切的行为，三甲的吟诗学落上帝。正是第118首，上帝为咱疼痛无别。请今日专心。
都是经伫信息的头前。我信上帝，创立的地，创造天地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咱的主，对这些路，咱也出去。日本就因为多年来受苦，伊是个死埋葬如后，第三日对死人了我上天，他一个专人的上帝的话题，伊要心化活人较实在。我信信神，我信共同的教会，圣徒相讨，做社会有变化，永远的保命。谢谢。再来记文第40篇，上次以赛亚书第6篇，我来记请陪众来念。我有看到主坐伫宝座，伫真悬的所在。伊的周围有西拉兵天使，徛伫树旁。正在，万古的统帅上主，伊的阳光照我全地。门间因为呼应的声震动。迄时我讲，因为我是最阵无清气的人，我的目睭有看到万古的统帅上主，有一个希拉弗天使陪我来我遮。将带有我的嘴唇讲，你的罪过已经除去。我阁听见主的声讲，我通找啥人？我一个，我伫遮请一个，撒下来祈祷。仰望天父上帝。阮感谢你，伫新春过年的头一天，互阮兄姐会当把这个时间分别来做成搁一摆，来主持伫主的圣殿，用虔诚的心来学祷敬拜你。过一年已经过了，原知环境的好歹拢是上帝所定的。我伫过一年中间，有喜乐的时，也有悲伤痛苦的时。你甲阮伫地，阮的道路有你的扶持甲引带，伫新冠肺炎流行，特别是阮伫桃园阮所徛起的所在，来爆发病院亲戚的感染，疫情扩散危险的这段时间，你保守阮安然的经过，互阮心内有满满的平安，阮感谢你。过已经过去啊！伫新的一年的开始，求主教示阮着怎样算数家己的日子，互阮得到智慧的心。阮着爱算数上帝的恩典，通明白上帝的旨意，用上帝所赐予阮的才能、金钱甲时间来奉献做主的工，来回应上帝的听。新的一年。也求主亲自的保守带领，伫阮国家困难、国际局势混乱的中间，使阮无论是执政党也是在野党的领袖，有昌明智慧，互相合力，用公平正义甲怜悯的心来治理阮的国家，突破阮台湾国际的地位甲外交的困境，互公义施行伫阮的国家。人人充满怜悯的心，扶持弱势，互需要帮助的人会当即时得到帮助。求主保守阮，伫新的一年，阮出阮入拢得到平安，两者身体得到安慰甲医治，照顾阮头前的路站，互阮
人命得到成长。伫阮生活中间，阮工作上来为主做美好的见证，活出基督，带人归主，互阮所做的拢会当荣耀主的名，会互阮对主也得到喜乐甲力量。我阁听阮的主耶稣基督，凡事拢会通得胜。阮安尼祈祷感谢，拢是奉主耶稣圣子名来求。阿门。大家来看上帝的话，伊在旧约士师记第16章28节。大本圣经是320页台语汉语圣经是280页显着我来读。谈准祈祷耶和华讲：主耶和华，求你少年我，上帝啊，求你使我尽即摆的气力，互我为我两对目睭对非利士人做一个报酬。以上圣经愿上帝祝福听伊话搁行的人。俄罗，请喜恩吃饭俄罗是我是宋小文店。喂，现在来平安，新年恭喜吼！咱的这个实验室班，阮会来献修的第1节甲第4节。阮唱完的时阵有一个间奏啦吼，要邀请咱兄弟吼做伙来唱，好，请咱兄弟做伙来唱第4节吼，谢谢。
请张正义团队来为咱进度。伊今仔进度的题目是神疼罪人，神疼罪，请张传道。兄弟姊妹，大家平安。顶届啊，我徛伫即个讲台分享信息以后，有一届我拄着我的妈妈，我就甲我妈妈讲，阿母啊，后届吼，我要徛讲台的时阵是新春礼拜，是当年初一的时阵。请你为我祈祷吼，因为迄天我嘛要讲道，我心内实在讲是真紧张啦吼，所以请恁为我祈祷。我的妈妈就甲我讲，阿囝，迄过年的时阵吼，你敢会使讲一个较欢喜的故事哈？你莫逐摆拢讲遐个足悲伤的故事吼，互人听甲安尼心情足歹的哈。我听我感觉真冤枉啦，因为兄弟姊妹你也知影吼，我讲道的即个经文是照经课表的即个安排吼，毋是我家己拣的。经课表迄礼拜是啥物经文，是啥物圣经，我就讲啥物经文吼。所以我就甲我妈妈讲，好啦，你为我祈祷就好啊吼。所以其实我嘛家己嘛无确定今仔日的即个信息，大家听起来是一个欢喜的信息，也是一个互人感觉悲伤的信息。等一下，咱要通过即个参孙的即个故事，来传讲上帝的话语。伫咱开始分享的进前，咱三个来祈祷。天父上帝，阮感谢你，今仔日是过年的新春礼拜，阮献就咱心中的感谢甲祈祷。阮到你的面头前对你讲，主啊，请你怜悯我。主啊，请你的圣神甲咱三个伫着，请你的圣神充满伫阮的心内。充满伫阮的身躯当中，互咱等一下咧听你的话语的时阵，咱毋是用咱的耳孔，用咱的目睭，但是用咱的心神，甲咱的信息来到你的面前，来听你的话语。祝福咱大家，祝福咱所有的兄弟姊妹，今仔日的早起，拢会来看到你的恩典，看到你甲咱三角地地的证据。阮伫你的面头前，同心的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免。兄弟姊妹，咱拢知影，咱的圣经分做两部分。耶稣基督的正经叫做旧约，耶稣基督的以后叫做新约。吼，旧约甲新约，我相信大家拢有读过。所以，我伫遮请问大家一个问题：你敢有一种感觉，就是旧约圣经的即个上帝互人有一种较公义、较严格的一种感觉。伊做代志的即个方式，伊做处理代志、处理遮个罪人、处理世上的代志的即个方式，互人感觉较严格。吼，有时咱甚至会感觉。伊的做法哪会遮尔凶？吼！但是可能你有另外一种感觉，就是新约时代的即个耶稣互人感觉伊是一个真慈爱、真温柔的一个上帝。你敢有即种感觉？好，若是你有即种感觉，我就要问大家一个问题：这敢是对的？这敢是对的，我是讲，旧约时代的神较严格，新约时代的耶稣较温柔。即款的讲法，敢有合咱的真理？有也是无？有吗？今仔日咱就要通过参孙的即个故事来讨论看卖，到底是新约时代的即个耶稣较严格、较温柔？也是旧约时代的即个上帝较严格、较温柔。为什么我会安尼问吼？咱来看即张相片。即张相片是什么时代的什么代志？那时代的
挪亚方舟对无？好，上帝甲哪讲，你要去造一只挪亚方舟的时阵，伊是安尼讲的。伊讲因为啊，国过7日，我要落雨伫地上40日、40年，将我所造逐号的活物对地上10倍，10倍，歹势吼，10倍。上帝讲，我要杀死世上所有的人类、所有的动物，为虾米？因为这个世界充满罪恶，充满不义的代志。因为这个不义的代志，因为这个罪恶，上帝用一个方式，就是甲因拢总杀死。兄姊妹，你有感觉真凶无？你有感觉上帝安尼做，敢若真严格的迄种感觉？咱搁来看这张相片，这张相片是约书亚记的，上帝透过约书亚去杀死遮个迦南人。上帝是安尼讲的，上帝讲，搁将城内所有的，无论男女、老幼、牛、羊、甲驴，拢用刀一尽灭伊。上帝为着伊的公义，为着伊救赎的计划，伊命令约书亚去做一项代志，就是将遮个迦南人的城内所有的人讲甲杀死。你想想看卖吼，这城内的人吼，不只是遐个勇壮的即个少年人，这城内有老人，有婴仔，有囡仔。上帝讲，拢甲杀死。这城内不只是查甫人尔，嘛有查某人、妇人人，嘛有少女，嘛有少年仔。上帝讲，拢甲杀死。为虾米？上帝为虾米遮尔啊凶？一个人拢无互伊活落来。这是旧约时代的两项代志。咱来看新约时代。新约时代的即个耶稣，新约时代即个耶稣，伊看到即个细汉仔囝吼，看到遮个细囝、遮个囡仔要来到伊的面前，伊对伊的门徒讲：因阮细囝就近我，毋得敬伊，因为天国拢属伫即号的。即个耶稣啊，伊讲：你毋通阻止。你毋通无互遐个囡仔来到我的面前。我是一个慈爱的上帝，我是一个充满温柔、充满疼痛的一个耶稣。若有囡仔要到我的面前，我要将伊抹条条，为伊握手来为伊祈祷。兄弟姊妹，请你注意一项代志：这位耶稣，甲这位上帝是同一位上帝。搁来看新约时代，咱来看这张相片，你敢知影这是倒一段故事？这是毋是迄个行监营的迄个妇人人，互人掠着？这个时阵，证人要创啥？证人要摕石头甲砍死。伊是一个犯罪行监营的妇人人。这时啊，法利赛人啊，就问耶稣讲：耶稣。你要安怎处理这个代志？这件代志，耶稣敢有讲话？耶稣后来有讲话，但是耶稣讲话以前，伊做啥物代志？耶稣啊，跍咧涂骹，压伊的腰，用伊的指头啊，伫地面咧写字。我要甲大家分享，伫基督教的即个神学家的研究注解册当中，其实无人知影这是耶稣咧写啥物字，无人会当确定耶稣即个时阵为虾米爱跍咧涂骹咧写字，无人知影。搁较无人知影伊写的是啥物字，画的是啥物图，拢无人知。但是兄弟姊妹，你看，你详细看即个画面，你感觉耶稣这创啥物？即个行监营的妇人人，伊互人掠着的时阵，
是一个现行犯。你会当想象啊，伊互人掠出来的时阵，伊是衣衫不整，而且所有的人要摕石头甲牵。其实伊即个时阵，一定是真悲伤、真可怜。他这个时候一定非常的懊悔自己为什么做这样的事情，而且他在众人面前一定觉得非常非常的不好意思，非常的羞愧。但是耶稣这个时阵啊，还未讲话正经，伊哭落来，哭咧涂骹。但是所有的人拢徛伫伫，甲这个人审判。所有的人拢徛悬悬，甲讲摕石头甲砍死。所有的人徛悬悬的时阵，代表啥物？所有的人拢感觉我家己是无问题的，我家己是一个公义圣洁的人，所以我有资格来审判这位行监狱的妇人。但是这世上唯一一个圣洁的人，就是耶稣，伊哭咧涂骹，甲这个妇人人关都是平悬的。兄弟姊妹，但是啊，今仔日我要讲的重点毋是这个，但是我要互你看，这位充满疼痛温柔的耶稣，甲这位上帝是同一位神。为什么？你敢有思考过这个问题？同一位神，一个神将地上所有的人类甲杀死，另外一位神，歹势，另外一个圣囝耶稣基督，一基督同一位神，伊家己徛咧涂骹，对一个行监狱的妇人人表达伊的温柔甲疼痛。所以，我会一开始的时阵，会问大家讲一个问题：你敢有一种感觉，就是旧约时代的上帝敢若较严格，新约时代的耶稣敢若较温柔？但是啊，敢是安尼？敢是安尼？咱讲咱信的是啥物神？咱信的是三位一体的神。啥物叫做三位一体的神？就是旧约时代迄个公义的上帝，甲新约时代即个慈爱温柔的耶稣是同一位神。好，讲到这吼，我相信大家已经知影，我要讨论，我要问大家的是啥物问题。接续落来，咱要通过参孙的即个故事来看卖，到底倒一位神较温柔，到底倒一位神，个人感觉较严格。参孙的故事是咧圣经当中士师记当中，对无？好，兄弟姊妹，你敢知影士师是啥物意思？我昨暗咧练习这个台语的时阵吼，我家己讲士师，敢若是阿集的意思吼，士师这样子。士师是啥物意思呢？士师是以色列人去迦南以后，到君王制度、心理政治这段时间内底，引带以色列人来对抗外邦人的啥物民族英雄啊。士师其实是以色列人当中的民族英雄，引带这个以色列人来对抗外邦人的对因的欺负、对因的这个侵略。参孙就是这士师当中一位真有名的一个人，一个民族英雄。咱来看参孙这个人，伊一世人做了啥物代志？伫开始分享之前，我请问大家，若是你有印象，你想看卖参孙是一个乖乖牌，也是一个放牛班的问题学生？你有印象无？有啦吼，好，咱来看卖吼，咱来看卖伊敢是乖乖牌。参孙一世人吼，有娶三个某，第一个是一个外邦的一个妇女。我请问大家，士师记这个时代的时阵，士师敢会使甲一个外邦妇女结婚？会使还是袂使？袂使吼，为什么？来看，《申命记》的第7章第3节伊讲，毋通甲因结亲，你的查某囝
毋通嫁互伊的囝，嘛毋通互你的囝娶伊的查某囝。真明显，上帝讲甲真清楚，即个时代的士师无可能会当甲外邦的妇女结婚，吼，这是一个上帝的概念。但是参孙即个人，敢有咧管遮个代志？伊无吼，伊就是甲伊的爸母讲，我就是要甲即个查某人结婚，我就是要甲即个外邦的妇女结婚。为虾米？因为我足介意伊的，吼，我毋管上帝咧讲啥，我就是要甲伊结婚。吼，这是伊第一个步。吼，第二个即个查某人啊，伊是一个妓女。这应该毋免解说吼，士师敢会使甲妓女行共眠，这问题根本就毋免问啊。上帝讲，因毋通娶妓女做某。但是啊，兄弟姊妹，这个参孙啊，敢有听话？无，这个参孙就决定要甲这个妓女行共眠，伊嘛毋管上帝安怎规定，安怎讲伊的界面。伊就是要安尼做，这是伊第二个妇人人。第三个参孙即个人，第三个某是啥物人？就是大家所知影即个大利拉吼。大利拉即个人，虽然讲圣经当中无讲了真清楚，伊是啥物身份，伊是咧做啥物工课的人，但是对我的了解。即个大利拉，伊的身份是一位妙计吼。妙计是要创啥？妙计啊，伊是奉献互即个外邦偶像的即个查某人。啊，伊平常时咧创啥？平常时啊，伊就一个拜偶像的即个寺庙内底。啊，只是啊，若有人进来即个寺庙内底，要敬拜因的偶像，即个时阵，大利拉就会甲遮个查某人行共眠。通过即款的方式来敬拜因的偶像，即个大利拉是即款人吼。但是啊，即个参孙啊，嘛毋管遮个代志，伊就是要甲遮个大利拉行共眠。兄弟姊妹讲到遮吼，咱真清楚了解，参孙啊，绝对毋是一个乖乖牌，伊一定是一个真有问题的一个问题学生好。互咱拢知影，后来是发生啥物代志？参孙后来，互即个大利拉吼欺骗，互伊陷害。即个大利拉趁参孙困去的时阵，做啥物代志？做啥物代志？加头毛哦，甲伊的头毛加掉，甲伊的头毛加掉以后，参孙会安怎？完全无气力，对无？吼，完全无气力。所以即个时阵，参孙就。互遮个非利士人甲掠起来，掠起来以后，非利士人对伊做一项代志，啥物？甲伊的啥物？目睭甲挖掉，对无？好，即个时阵啊，非利士人哦，感觉真得意。非利士人感觉因战胜即个参孙吼，因真欢喜，所以因就斗阵咧庆祝，食饭啉烧酒，啊，甲即个参孙啊，甲掠出来，甲戏人，戏弄当众戏弄这个参孙。参孙他最后啊，歹势，参孙伫上后壁的时阵，伊生命的上后壁要结束的进程，伊知影伊家己要死啊。伊知影伊家己已经无法度搁活落来，因为伊一定互人掠起来。即个时阵啊，伊对上帝祈祷一段话，咱来看参孙安怎祈祷。参孙讲：主耶和华，求你赦免我。上帝啊，求你使我尽一摆的气力，互我为我两对目睭对非利士人做一个报酬。我搁读一摆吼，主耶和华，求你赦免我。上帝啊，求你使我尽一摆的气力，互我为我两对目睭对非利士人做一摆报酬。兄弟姊妹，我请你吼，真详细来看这段经文，真详细来看。
参孙即时的即个祈祷。你帮我看吼，你帮我找看卖，你有感觉这内底有一个部分，互你感觉怪怪，互你感觉安尼讲感觉真毋好咧，安尼讲敢若毋是咱诚做一个上帝的囝儿应该讲的话。你来找看卖，倒一个部分你感觉怪怪的？兄弟姊妹，我直接来甲大家讲即个答案吼。那对我来讲，我感觉即个祈祷当中上奇怪的两字是啥？倒两字呢？是报仇即两字。为虾米？兄弟姊妹，你思考看卖，你想看卖，耶稣敢有讲咱应该去报仇？无，耶稣安怎讲？耶稣讲，你爱原谅你的对敌，不只是原谅你的对敌。耶稣讲，你爱为你的对敌安怎祈祷，为伊祝福。什么人甲你迫害？什么人甲你伤害？什么人互你受到真艰苦的代志？咱的态度毋是去报仇，是安怎？是伫上帝的面前为伊祝福甲祈祷。但是啊，你看即个祈祷当中，你来看即个参孙伫伊生命上后一个阶段对上帝所讲的话，伊要创啥？伊要报仇，伊要报仇。好，兄姊妹，接续落来，我阁请问大家一个问题：你敢有伫咧上帝的面头前，你祈祷讲我要报仇？有个人请你举手。我相信无啦吼，为虾米？因为耶稣讲袂使安尼，吼，所以我敢会使讲，即个祈祷看起来，吼，我讲看起来，敢若毋是一个真合适的一个祈祷。但是兄弟姊妹，后来，咱的上帝敢有应允即个祈祷？有，为虾米？这明明看起来就有问题啊！为什么上帝应允这个祈祷？兄弟姊妹，我搁较说明，搁较清楚的。你看这个祈祷当中啊，这个参孙敢有甲上帝讲我做唔到代志？有无？无。伊敢有甲上帝讲，上帝，我去娶遐外邦的妇女做我的某是唔对的，请你原谅我。伊敢有讲？无。参孙敢有讲，我甲妓女行奸面，请你原谅我？敢有讲？无。参孙敢有讲，我听到大利拉的话，我明明知影大利拉要甲我陷害，但是我就是要听大利拉的话，请你原谅我。伊敢有讲？无。但是上帝竟然应允这个祈祷，为什么？兄姊妹啊，我请大家思考一个问题啊。你顶一届伫上帝的面前，甲上帝讲：上帝，我犯罪，请你原谅我。迄个时阵，你讲的是啥物代志？你敢有做这款祈祷？请问弟兄姐妹，你上一次在神的面前说：“主啊，我犯罪，请你原谅我”，是什么时候？弟兄姐妹，兄弟姊妹，这是一个真困难的代志。为什么？因为啊，咱犯罪的时阵，咱会感觉真见笑。咱会感觉阮真歹势，真歹势到一个性格公义的上帝的面前，甲伊承认阮家己的罪恶。我相信对参孙来讲嘛是安尼，但是参孙啊，上后即个祈祷，伊表达一项真重要、真要紧的代志，啥物代志？就是上帝啊，你是我的王。你是迄个永远掌管我的性命、永远掌管这个世界的迄个王。虽然讲我真见笑，见笑到一个程度，我毋敢承认我的罪恶，但是我要伫你的面头前对你讲，上帝，你是我的王，你是迄个掌管的君王，请你帮助我。弟兄姐妹，这段不好意思，我要用华语表达一次。参孙在这个时候虽然没有认他的罪，
可是他告诉上帝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神啊，我要回转归向你，我要从那个看世界、看我自己的情绪、报仇的那个情绪走出来，到你面前说：主啊，我要回转归向你。兄弟姊妹，今仔日我邀请大家，等一下伫阮的这个讲道的以后，要甲大家来做一个祈祷。这个祈祷就是我要到上帝的面前，对上帝讲，我要回转归向你。为什么要安那讲？新约时代的这个耶稣，伊讲。勇壮的人无欠用医生，若是患病的人就对。我来毋是要来调义人，是要调歹人来反悔。兄弟姊妹，若是你是头一种人，第一种人，就是你感觉你家己拢无问题，就是你感觉你家己是圣洁的，是遵探上帝旨意甲诫命的人。你毋免到上帝灵头前来反悔、来悔改、来。追求伊的原谅的人，兄弟姊妹，传道会为你足烦恼。若是你感觉家己是做奇的，你看家己是做奇的，你毋免反悔的人，传道会为你感觉真烦恼。但是话搁讲转来，若是你是第二种人，你愿意到上帝的面头前对伊讲：上帝，我是一个罪人。虽然我真见笑讲出。我做了啥物歹代志，互你毋欢喜？但是我愿意伫你的面头前讲，上帝，你是我的王，请你掌管我的生命。若是你是第二种人，传道伫遮要对你讲，感谢主，这才是叫做新年快乐。一开始我甲大家问的迄个问题。你敢有一种感觉？旧约时代的上帝，互人感觉真严格；新约时代的这个耶稣，互人感觉真温柔。兄弟姊妹，这是毋对的一个讲法，因为咱信的是三位一体的神。旧约时代的上帝，伊会疼痛。咱今仔日通过参孙的这个上后这个祈祷。咱会当知影，伊是一个温柔的神，伊是一个温柔的上帝。为什么？因为伊愿意使用一个一世人拢毋听话、一世人拢咧犯罪即个参孙，来完成伊的伟大的计划。咱三个来祈祷。亲爱的天父上帝，我要来到你的面前，对你讲。上帝，你是我的上帝。上帝，你是我的永远的君王。你是我永远替我做主，永远伫我的生命当中掌管的迄个王。所以，上帝，我要将这个主权交托予你。我要将我的生命的主权交托伫你的手中，请你帮助我。请你怜悯我这个罪人，我这个罪人连伫你的面头前，讲出我家己的罪的迄个勇气拢无的一个罪人。但是上帝，你知影我，你了解我，连我的头毛你拢有算过。所以上帝，请你互我搁一摆的气力，互我会当伫这个世上为你来跑走，互我伫这个世上为你来传扬你的福音。互我伫即个世上拄着困难的时，我会知影，毋是我家己咧面对，毋是我家己咧处理，是主啊，你咧帮助我。上帝，请你感纳，请你接纳我即个罪人伫你的面头前的悔改，伫你的面头前的即个祈祷。请你祝福我，伫即个新年的即天开始祝福我，互我的生命有一个新的开始。你祝福我，你嘛祝福我家内所有的囝仔儿，所有的兄弟姊妹，甲我的爸母，我将我全家拢交托予你，愿你怜悯，
愿你将你的救恩搁一摆赐予阮。咱同心合意的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弟兄姐妹，不好意思，因为我知道我们当中有一些小孩，我有点担心他们没有听到或是没有听懂刚刚这个祷告，所以容我用华语再带大家祷告一次哈。我们同心合意来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我将我们当中的年轻人，还有我们当中的每一个孩子、每一个儿童，都交托仰望在你的手里。主，也许这些孩子他们年纪非常的幼小，还不懂悔改跟认罪的意义。但是主上帝，我带着这群孩子到你面前，对你说：主啊，我求你掌权他们的生命，我求你完完全全将你的主权彰显在他们生命当中的每一天。就算是他们根本还不认识你，主，但是你是怜悯的神，你是怜悯我们当中每一位儿童的神。如果他们愿意在你面前说：主啊，我是一个不知道怎么认罪的罪人，但是我愿意将我生命的主权交在你的手中。我求你掌权我的生命。我虽然很年幼，我不知道上帝代表什么，我不知道耶稣基督的救恩是什么，我也没有把圣经读过完一遍。但是主啊，我相信你。神啊，我相信你。神啊，我要先相信你，我才要知道真理。我不是先了解了真理才选择相信你，我是在这个此时此刻还看不见的时候，我就相信你。因为主耶稣，你曾经说过，那看不见还没看见就信的人更为有福。我就今天孩子奉你的名，以我仆人的身份，将这个更为有福加在我们当中那些还不认识你的人的身上。我求你掌权他们的生命，让他们在未来有一天可以在众人跟神的面前说：耶稣基督是我的救赎主，我要永远与他在那个历月的当中领受这个伟大的救恩。在今天新春礼拜的最后，我将我们每个弟兄姐妹的生命主权再次交托仰望在天父上帝的手中。我们众人同心合意的祷告、悔改、感谢，还有祝福，都是信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名祈求。阿们。圣诗第26首，答阮感谢上帝，答阮感谢上帝。
出现。为从请吉日来吟奉献的诗。报告，报告就先，咱来读今仔日经，伫事实岛的上后面，我来读一遍，啊，请会友来读两遍。你既然要照互人自由的律法受审判，就照安尼讲，照安尼行，因为人无怜悯人，就审判也无得到怜悯。怜悯赢过审判来夸口。雅各书2章12到13节，请。咱现贵周五伫遐，咱2月12、2月14，甲2月21，咱的主日礼拜的事奉，咱请家己来看。教会部的课程，甲主日的聚会，咱家己来看。咱来先开周五第3页，咱为着咱有需要的会友来代祷。第4页，咱奉献的名词若有问题，咱来请向面中心来更正。消息报告，咱2月14主日，咱请林4号牧师来讲话来讲道。2月21，咱为着原住民的时间奉献主日，来为这个时间
甲旁边来改倒。2月21，第2礼拜结束了后，要调开第四者的会议，请第四者的同工甲老师来参加。2月21日上午11点半，咱伫职工教室来调开再部会，请部分来参加。来看教会消息，第一，咱真恭喜陈金石牧师伫2月21下晡3点，伫台南关岭长老教会来举行就日的感恩礼拜。因为咱桃园疫情的关系，根治牧师来体谅咱一切的辛苦，原则是咱小会会派代表来赠送礼金，甲伊祝福。其他的会友若要参加，咱爱家己自行来前往。但是为了咱统计咱出席的人数，请伫2月14来统一来回报个感情长老。第二，咱综合教育部的奖学金的审查委员会讲过咱家己来看第三，咱华裔新信息若有需要的，来会使到办公室来购买第四，咱过年的中间，咱干事甲守卫有感出勤的时间请咱家己来看。以上报告，我请张传道来为咱介绍甲内容。兄弟姊妹，团队伫遮补充报告今仔日是过年咱的教会有互大家准备一个礼物，是啥物礼物呢？就是大家即马真需要即个喙红喙红所以伫等者你离开教会进前，会记你去摕这喙红有分做大人的甲儿童的两种尺寸所以咱大家会使去来领受。上后我要伫遮甲大家讲，新年快乐，大家恭喜即马来。我嘛对阮边仔的人讲，新年快乐，愿你平安。好，以上补充报告。赵营信息第386首，天下万邦万国万民。这是咱三甲来领受上帝的祝福。愿耶稣基督的救恩、天父上帝疼痛、圣心的交通、甲感动，甲恁众人三甲伫地，为这事到永世大无尽。阿门。
这歌那请西恩诗班。别个密度。咱这是平安日，咱才今日来互相来祝福，新年快乐！